咁啊，今日個大市咧都跌得相當之犀利啊！最主要咧就美國再次增加對華嘅關稅，咁啊，所以變咗嗰個恒指咧，咁啊，直情打穿埋21,200啦。傳統咧，其實4月份、5月份咧個恒指咧多數都係下跌嘅，都係啦，因為3月尾嘅時間咧都提過大家，其實第一季個升幅就超過30%噶啦，咁啊有機會咧就開始見頂，就要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。而家咁個市況就唔明朗啦，尤其是我哋睇到咧，今日嗰個金價咧，而家又再創新高啦。咁啊，倫敦黃金價咧就3317蚊啊，最高去到。因為個市況唔明朗咧之下咧，咁啊見到個黃金個避險作用咧就相當之突出啦。個金價就差唔多日日都創新高，咁啊，所以叫逆市就上升啦。嚟緊恒指一周預測啦，咁啊，因為穿唔翻21,200嘅話咧，咁我都睇呢個恒指係會偏向試翻落去25,300點嘅水平比較多啲嘅。咁如果真係冇政策出台咧，我都會偏向呢個恒指咧有機會試翻落去接近20,000點呢啲水平先嘅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如果你話上望嘅話咧，佢穿得翻21,200咧，咁有機會繼續回補個裂口咧，咁就去到21,800點㗎。整體嚟講，個恒指咧就可以去咁樣去睇啦。